来看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日子嘛伫中国消失了。最近伫香港，中共又搁一直掠民主运动人士来抬价假高哦。香港嘛已经无法度办六四的纪念活动，都有当年六四的社运人士毋望讲，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就爱有觉醒。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到当已经35年。中国当局有关禁止讨论六四，关在香港是全球六四纪念活动上大的城市。自今年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以后，最近香港政府搁逮捕真济民主运动的人士，人民是愈无可能举办纪念活动。35年前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历史学者的吴仁华表示，在法律方面，香港政府已经愈来愈专制。今天在香港。不仅不能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甚至在网络上提到有关六四纪念活动的言论，都会被控罪。对暴力跟宣传，始终是中国这种专制体制所惯用的手段。吴仁华提醒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要较密切咧，袂当袂记得中国专制的本质。针对六四事件，总统赖清德伫6月初4即天，也呼吁任何政权拢应该勇敢面对人民的声音。陆委会8日也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包容无共主张。为着要让民众了解纪念六四的民主意义，台湾的民间团体坚持维持惯例，举办六四纪念的相关活动。因为咱实行的是民主宪政的制度，这呢拄好是35年前中国人民伊所要争取的所以台湾的存在就是咧证明讲伫华人的社会中国的文化嘛会当实行宪政的民主，这对于共产党来讲，都是伊的统治的这个正当性上大的这个打击。兵团表示，六四的纪念活动办伫中正纪念堂，自下晡开始有民主市啊、艺术展、下暗也阁有暗会。因表示，办这活动毋若是要纪念英国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牺牲的运动者，嘛是要互国际社会关注中国香港的人权所受到的迫害和威胁。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